后来，这个台中餐饮业第一级的战区公益路的上宽，即摆情势真歹，进前是真清哦。这个店面一间接一间一直开，但是即摆拢无生意。十外间的店是一间煞一间收大关门。搬出公司的员工出入入，将店内柜啊、电锅、桌啊、甲椅啊，拢搬出来扛上车。这是台中出名的咸菜白肉粿老店，因为疫情影响结束营业。这个疫情平日都没人，只有假日有人。业者讲，过年后生意就够歹，逐个都要付10几万的店租，政府纾困的方案嘛未付，唔敢搁开钱，硬经只好关店。公益路上面大概有10几间，有陆陆续续关的，有的到4月底而已。另外一间同款伫公益路的烧肉店嘛挡袂牢，伫面册顶面公告讲4月底要甲大家告别。公益路的上款是台中出名的餐饮界一级的战区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行一段路就2间店要结束营业。一中上款因为疫情影响，人潮较济，未少店面铁门嘛拢拖落来。有良心的厝头家体谅业者压力，公告讲出租套房的学生、上班族，要做单位的摊商，4月份的厝税拢免。我感觉我们不能够再增加业者的开销负担，让他这段时间至少能够撑下去哦。所以我自己就想，我干脆这个月我就都不收房租。良心的厝头家就是伊，台中市前副市长陈大军，无做政务官了后，伫一中上款买厝伫租人，伊了解疫情影响真大，所以讲决定免收1个月厝税来帮助厝卡，大家做伙共度难关。